啊！今日咧想同大家介紹嘅書咧就係呢一本啦，叫做《清明上河圖密碼》。大家咧唔好以為呢本書好沉悶，其實咧佢係一本推理解謎嘅小說，隱藏喺千古名畫中的陰謀與殺局。作者野文彪以清明上河圖為基礎，以歷史資料為素材，創作呢一部佈局精巧、架構宏大嘅推理小說。故事嘅開始係用畫面正中央一艘好似普普通通嘅客船，佢要過呢個虹橋嘅時候，突然咧煙霧彌漫。當煙霧消失咗之後，客船亦都同樣消失。一個咁樣嘅開始就揭開咗一幅曠世奇局。呢本小說佈局精巧，每個案件咧都有令人燒腦嘅謎團。例如香袋案裏邊個香囊竟然可以隔空被偷換，飯樓案裏邊又會出現離奇嘅無頭屍，變身案更加有人參拜之後咧突然間變咗另一個人。不過每單案件又互相關聯嘅喎，當中帶出咗好多懸疑未解嘅情節，錯綜複雜，好奇心咧會令到你唔捨得放低本書㗎。有趣嘅地方呢，就係偵破案件嘅關鍵人物呢，就並唔係啲咩官員或者捕快，而係呢趙不由一家四兄妹。趙不由只不過係一個幫人寫訟狀，類似係依家講緊嘅律師。點解呢？佢哋會願意花精神抽絲剝繭去解破呢啲案件呢？答案好可能就係出於書裡面引述孔子一句說話：古之學者為己，今之學者為人。我哋做嘅嘢究竟係為人定係為自己呢？為人好多時都係做俾人睇，當人哋睇到讚賞，心裏面就開心。但係如果人哋睇唔到，唔讚你，甚至鬧你笑你，自己就會好氣餒，甚至唔再去做好事啦。為己就係唔理人哋點講，自己諗清諗楚，認為啱先至去做。唔理人哋睇唔睇到，讚唔讚賞，自己知道就好啦。自己咁樣做就覺得心安心樂。其實呢，小說當中呢，有好多唔同嘅人物，你會體會到呢唔同人物背後嘅故事。佢哋面對唔同嘅困局，會有唔同嘅取態。有重親情、重友情而甘願犧牲嘅人，有為咗金錢而背信棄義嘅。相信就好似小說結尾所講，雖然世事如局，人如棋，不過呢，人唔係棋子，亦都唔係傀儡。人能夠動，能夠思想，能夠選擇。同一個局，只係睇每一個人點樣去選擇。唔同嘅選擇，亦都會令到個棋局出現唔同嘅變化。小說裏面呢，其實蘊含咗好多關於宋朝嘅歷史，好多聖賢嘅說話，期望呢大家能夠追看小說之餘呢，體會到中國文化傳統嘅深厚意義。